仔咱接到上新的消息，嘉良界确定要留离的国民党的不分区无要退出咯，伊讲要以大局为重。另外有风声讲，这个朱立伦将要接这个韩国瑜竞选总部的主委，不过朱立伦也是真低调，讲伊的目标就是全党团结。若职务就看韩市长的安排。 朱立伦甲当届立委候选人谢依芳做甲青龙品酒研究推动地方产业。朱立伦到底敢有接韩国瑜竞选总部的主委？议员强调讲，目前一切以党的团结为优先，莫有个人的考虑。我跟韩市长从头到尾都有一个共识，就是一定要下架民进党，希望能够做这样的努力，不是为个人，所以也没有任何个人的职位的考量。 朱立伦强调讲，国民党愈团结，就愈有机会赢这个大选。不过具体策略是啥物，伊嘛无加讲。那怎么样的安排，最后还是要尊重韩市长本身，他最后怎么样的一个安排。那目前的一个想法就是，我们一定会团结在一起。面对不分区立委名单引起真热争议，朱立伦无想要搁回应，伊一步一脚印走基层，要做一个上赞的助选员。